继加拿大国会之后，荷兰国会也跟着通过动议，认定中国对东突厥散实施种族灭绝，成为欧洲第一个提出相关动议的国家。荷兰国会周四通过一项不具约束力的动议，称中国在东突厥散处置维吾尔穆斯林的方式符合种族灭绝。动议写道，在中国，一场针对维吾尔族少数民族的种族灭绝正在发生。动议内文提到，中国政府的措施包括意图防止生育的措施，以及设有处罚用的营区，都属于联合国大会第260号决议，也就是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荷兰首相鲁特所属的政党对该动议投下反对票。此前，加拿大国会周一通过了一项不具约束力的动议，称中国破坏维吾尔人的行为已经构成了种族灭绝。土耳其好党议员乌米提乌兹达格前往中国驻伊斯坦布尔领事馆附近，访问在这里进行和平示威的维吾尔人。自去年年底以来，维吾尔人聚集在中国驻伊斯坦布尔领事馆前，要求中国当局提供他们在东突厥散被关押在集中营或被监禁的亲属的信息。抗议者多年来一直没有联系到他们在东突厥散的亲戚，他们迫使中国驻伊斯坦布尔的领事馆做出回应。尽管土耳其警察阻止维吾尔族示威者接近中国领事馆，但示威者继续在中国领事馆附近的海岸进行。2月25日，泽达格先生以及一些土耳其媒体记者访问了继续抗议示威的维吾尔人，他们表示支持维吾尔人的斗争，并要求中国当局停止在东突厥散的破坏行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王文炳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回答了有关被关押在东突厥散集中营中的妇女遭到性侵的问题时，完全否认了中国的罪行，并指责集中营受害者制造假消息。王文炳说，这个人叫托尔逊拉伊，是维吾尔族女子。2月初，她在接受 BBC 采访时声称，在新疆的教培中心存在系统性的对妇女的性侵行为，制造了一个耸人听闻的假消息。在采访当中，她说在新疆被植入了宫内节育器，但实际上她本人不具备生育能力。她在新疆也从来没有做过节育手术。集中营幸存者托尔逊拉伊和祖母莱提多次接受媒体采访，披露了中国针对维吾尔妇女的系统性性侵行为。美国总统拜登在情报机构解密沙特阿拉伯记者卡舒吉遇害调查报告之前，与沙特国王萨利曼再次通电话，寻求重置两国关系。白宫表示，拜登周四与萨勒曼讨论了联合国和美国为结束也曼战争而重启的外交努力，同时明确美方在沙特面临伊朗支持的武装组织袭击时保护沙特领土的承诺。拜登还告诉萨勒曼，他将致力确保两国关系尽可能牢固和透明，双方同意在共同关心的问题和共同利益上合作。日本和澳大利亚同意继续反对中国单方面改变现状的企图，在东海和南海继续进行密切合作。根据日本外务省的声明，日本首相菅义伟与澳大利亚外长斯利特莫里森通电话讨论了双边的地区和关系，两国同意继续进行紧密合作，以制止中国在东海和南海单方面以武力改变现状的企图。菅义伟强调了美国、澳大利亚、印度和日本之间建立的四方安全对话或四方同盟的重要性。该同盟被称为针对中国的非正式同盟。